目前针对安置的部分有2个学校包含北门国小的玉湖校区以及科寮国小的双孙校区针对它的环境以及它的装修等等来做一个修缮，总共可以有20户可以入住然后包含里面的一些基本设施，我们大概都会有配备。将废弃的校园闲置的宿舍建议是说做一个简单的隔间针对这一次这些弱势户屋顶全掀的部分或者是半掀没有地方安置的部分，可以来学校这边做一个短暂的一个安置，等到屋顶修复完后，那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庄村这边还有一个它比较特别，它是教职员的宿舍，其中有6间，那是属于类似有一点雅房的概念，那其中还有一个厨房的一个设备我想这如果对一些短期安置的一些居民他们也可以自己有下厨的一个机会。那因为学校的教室都有冷气，冷气完了之后，它电风扇也有。那另外这一次就很感谢就是公务局的工班来做一个隔间，然后劳工局也帮我们准备了床，然后弹簧床，还有衣橱。简单的一个家具的一个摆设，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南昆生它的香客大楼大概可以收容到200个人左右，所以有一些短期的安置的部分我们也会媒合他们到香客大楼去。像双村他想要就近住在双村国小，那我们也会来让他们入住，就是依照他们的意愿来做安排。现在各地也都如火如荼的开始在做修缮的这一个工作。那如果是双村跟玉湖这边，如果我们媒合的厂商，他们如果有住宿的需求，那我们这边也是规划，我们可以来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做住宿的一个部分，来减少他们的一个住宿的一个成本。既然有一个好的处所，我们要活化它，我们不要只限制在短期安置收容的弱势户，其实工班我们也可以来媒合。那这边就是说，整个灾情复原到一段落之后，我想这边短时间我们也不会去把它做拆除的动作，然后这个可以到日后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启动收容安置的一个处所，来增加我们安置的一个收容量。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市政府在7天之内，整顿出来的这个，如果碰到灾害的时候，灾民的临时收容中心，这边是已经停止招生的北门的这玉湖分校，那背后这边就是那个教室改装成的收容中心，大概有6个房间。那如果灾民有需求的话，这个地方是蛮适合，而且环境蛮优雅的所以说环境还算是安全，还不错。校园就是空间比较大，所以如果要这边休闲或是运动都很方便。我们只要把这个地方的环境再优化一些，就可以提供居民很方便的这个生活空间。同时呢，在这边是我们的里民活动中心，国小退场之后改为里民活动中心，那也可以提供给里民一个生活办活动的这个空间。学校跟社区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民众的一个生活空间。大家好，我是杨秀怀，欢迎收看8月28礼拜4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台南市无障碍协会理事长林兆坤伫面册表示，顶礼拜去劳工中心上课，出来时阵因为人行步道关节无平，一无细力绊倒，造成手破皮流血。议员李克维28号伫议会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干部局要马上改善。新庄人士因为人行道有关节落差，造成跋倒摔伤。议员李克维批评市府有钱请人开罚单，煞无情检视人行道安全，要求市府立即改善，重视行人安全。身心障碍朋友他们本身的一个更加的不方便所以这个我们人行道的一个环境空间有必要好好的一个检视它的一个人性化一个安全性尤其加上这个政府有遮尔侪资源有当嘛安尼，甚至佫请人出来咧开单咱这上界基本的一个安全行的安全咱着爱重视爱注意无哪有面甲人民安尼开单咧，讲为着人民的安全这会甲讲真讽刺拢是假。
林兆坤理事长也指出，市区真侪人行道的出口就有一个水沟坑，也就是水沟挂，这就亲像是一个陷阱，一不小心就会发生意外。希望未来规划时会当哪里考量来改善。这一次也是在劳工娱乐中心呢，因为上完课之后，走在人行道上面，但是人行道上面还是有一些高差在哈，再加上我们的这一些透水砖长时间的可能有一些动力机具的碾压有一些破损，但是可能都没有被注意到。那就刚好我就是看护在协助，一时没有注意那一些高差跟破损的地方哈，所以以至于因为碾压到之后人就整个又飞出去了。那我想这个不是只有那一个路段的一个问题而已哦。那我想反映的是，就是我们可能全市很多的这些路段的人行道上面的呢，都需要重新的再去被做一些检视。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啊，就是因为我的协助者如果像推我在我们台南的很多路段的这一些人行道在行走的时候啊，他们的视野都会注意看前方，他们并不会去注意到地面上人行道如果有一些什么。像水沟盖啊，其实它对于我们轮椅，如果要通过那个水沟盖，在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会让我们担心害怕，是不是说，如果一个角度没有推好的话，然后造成我们跌倒。工务局26号也针对罗岗娱乐中心边啊人行道进行改善工程。有关于那个体育场附近那个人行道哈。之前可能是有些破损，斜坡道部分破损哈，那造成相关的人可能不小心跌倒这个部分，那我们也非常感到抱歉啊，所以我们在2天前，也就是8月26号，我们立即派人去把它改善。那目前已经改善完成，如这个照片所示这样子。另外，针对周边相关道路人行道，工务局也同时展开巡检，若发现类似的状况，会做伙来改善。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蔡小薇甲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举办东区清寒学童奖学金活动，到今已经加费超过700位弱势学生。蔡小薇28号伫台南市议会共同召开记者会，将持续甲爱心传出去。议员蔡小薇甲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合作，举办东区清寒学童奖助学金活动。各类学子伫困难环境当中，也是爱努力向学，希望借由这个奖助学金计划，激励弱势学子勇敢对望。我们在新的学期，透过我们的康黄金慈善会所挹注的这个奖学金，可以鼓励我们的学子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感受社会资源的力量，然后让他们做最坚定的后盾。那当然不免俗的，我们在前7次跟前3年，然后我们总共帮助了700多位的弱势学子。那未来呢，我们也期许说在不管是国中或国小，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代表全部，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鼓励他们可以认真向学，然后。奖助学金申请只要是符合加收中加受理后标准学生，各中心学期总成绩达到85分以上，就会当得到1000块的奖助学金；90分以上则是1500。各小学生总成绩达到90分以上，会当得到1000块的奖助学金。除此以外，所有符合条件学生，不论成绩如何，拢会当申请孝悌奖。国中的部分，只要他的成绩是90分以上，我们就有1500的这个奖助学金；那85分以上也有1000块的奖助学金。那包含了国小的部分呢，就是要90分以上有1000块啦哈。另外呢，包含理事长所讲的成绩不能代表一切，但是品性会成为他们一生应该是说可以遵循的这个。部分啦，鼓励说，只要他虽然成绩没有达标，但是他在学校的品性或者是跟同学间的友爱啦，那你觉得说是可以值得鼓励他的，那我们也可以有孝悌奖的部分。东区弱势学童奖助学金计划涵盖东区侪间学校，包含后甲国中、复兴国中、中明国中、中校国中、胜利国小、博爱国小、大同国小、东光国小、德国国小、复兴国小。综合国小、中明国小、育文国小以及中西区正校国小等学校，
中民国小校长杨宗颖伫会中也代表所有学校向议员以及协会表达感谢。也非常感谢我们一些在外在的这些团体包含我们的慈善基金会等等有一些资源的挹注，除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实质上的一些资助之外，我想最重要的也是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这个社会上一个爱的力量那今日他们在接收了这些的协助帮忙之后，未来在他们长成之后回馈社会的一个动力就是在今天种下的一个因空黄金慈善爱心协会理事长金俊良表示，协会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领域，大家透过无私奉献实际行动，帮助弱势学子实现学业梦想。另外，协会也以行动引导各分会，让爱心的力量不断延续扩大，支持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台南新闻中视为采访报道。台南市安南区迎来头一个成立的安中商圈七夕情人节，嘛特别伫8月30甲31邀请20外个在地品牌举办市集，邀请民众做伙来感受商圈的魅力。伫安南区长魏文贵甲安中商圈第一任理事长林淑萍的合照，这在地品牌餐饮、小食美食甲商品伴手礼等等，拢成组织做伙宣传。希望伫8月30、31号七夕情人节期间，大家拢来台江地景公园体验商圈首次举办的浪漫市集，来高官谢谢。我们有举办一个情人节市集，我们现场有乐团的情歌表演，然后现场你来我们的台江地景公园打卡的话，我们还有送50元的折价券跟情人节花束，每天有限量。那你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折价券去我们安中商圈的商家购买商品，可以折价50元。玫瑰里以上60作为中心拖出去的安中商圈，今年3月3号立案以后，店家就希望异业合作、资源共享。目前成立之初就有44间商店加入，一半以上投入这摆情人节的市集。区长伫商圈成立过程，以安南就展完等系列已经全力协助推广，希望将饼做大来饼地方观光商机。这届是阮安南区第一个商圈的第一摆活动，希望大家来台湾收听，来台湾支持，让我们安中商圈能够打响第一炮，让这些店家更有信心的继续来跟商圈合作，来支持我们安南。来提升我们整个安南的一个经济。安中商圈虽然第一摆办活动，不过团结的店家嘛，互市集美宴先轰动，尤其是精灵会所赠送200张的50块商圈电工，以及到时才登场的电火球花蕊的大型装置艺术，相当有看头。邀请你做回来吃美食、看表演，感受浪漫时刻。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根据着知名期刊的研究，对1983年到2017年之间，台湾学生近视的盛行率一定增加，特别到18岁的青少年，已经超过9成拢有近视。所以，生态病院眼科医生除了提出警示，嘛提出儿童期正是预防甲控制近视的关键以外，嘛具体提出4项控制方法来守护后一代目睭。根据2017年的资料显示，台湾学生囡仔近视盛行率一直增加，12岁已经有7成7，15岁到18岁青少年已经超过9成拢有近视，嘛互医界相当忧心。因为近视不只是挂目镜，或是镭射就当解决，一旦发展成高度近视，将大大增加病变的风险。所以，如何对儿童期的预防、概率控制，家长千万来注意。近视控制在台湾第一线用药还是会考虑长效型散瞳剂。那如果说小孩子年纪比较大，超过9岁，那他
跟家长讨论之后，也会考虑使用角膜塑形片或者是软式日抛的隐形眼镜，这样子他户外活动啊，或者是看近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受到高浓度的长效型三瞳剂的影响。比如说不到9岁的孩子，或者是没有办法适应角膜塑形片或是软式日抛的孩子，也可以在跟家长讨论之后，考虑使用耳控镜片。当然，近视甲年龄、遗传、眼干的习惯以及户外活动的时间拢密切相关。只要每一天使用电子产品超过半点钟到1点钟，就提高近视的风险。所以习惯才是近视恶化的根本。至目前主流的散瞳药物，虽然已经有数十档的临床经验，不过如何使用也是每一个人拢无同。另外，不管颜色还是冷色的温型目镜来辅助，拢有优缺点，需要专业医生来详细评估。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新南国小女子软式网球队日前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第34届山中湖杯国际软式网球锦标赛，夺下冠军。校长特别率领学生前往南昌保安宫答谢新民保庇，别方嘛他给发红包鼓励。帅气的一击打得对手措手不及，新南国小女子软式网球队参加日本第34届山中湖杯国际软式网球锦标赛，一路过关斩将，拿下女子团体组冠军。预赛里面，我们五个预赛全部获得全胜，取得分组冠军的机会，进入决赛。那决赛是采单败淘汰，我们连赢3场。这次能顺利成行出国争光，除了体育局的协助训练，南厂保安宫也资助一份力。校长特别带领软网队的7名球员前往答谢王爷公保佑，同时致赠感谢状。庙方还回赠1人2000块的红包，加油勉励。南昌保安宫呢支持新南国小金城国中已经是为民国68年以来的代志，所以已经将近半世纪啊。嘛除了咱新南金城以外一寡学校有这传统的活动我嘛拢会甲支持真欢喜啦！有看到这囡仔佫有心来向咱陈水爷白莲圣母来感谢我非常的欢喜嘛，感觉足强培养出这好的选手。主祀五府千岁的南厂代天府保安宫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平时扶助弱势，捐赠白米跟民生物资，多年来也资助过不少学校的体育队，希望培育更多国手，替国家争取荣耀。记者收海台南报道。由中华民国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的2025 ESG 高峰会，伫台北连续举办3天。作为媒体协办单位的中嘉集团，除了伫展演厅展示影视历史成果，中嘉集团总经理陈作明更受到邀请伫研讨会当中，以科技减碳、打造低碳通信未来为主题。分享宽频业者如何对基础建设到服务内容全面落实低碳化，以迈向2050净零碳排为目标，同时把环保和关怀延伸到家庭，落实以人为本的 ESG 精神。在 NCC 委员王怡慧的主持下，国内有线电视3大产业龙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如何从基础建设到服务内容全面落实低碳化，吸引许多关心产业永续发展的民众与业者到场参与。中嘉集团副董事长费鸿泰更是全程仔细聆听。这是由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的2025 ESG 高峰会研讨会现场。王怡慧表示，通讯传播产业在推动永续部分正面临着许多挑战。由于基础设施的耗电量非常的一个巨大，
随着气候变迁的一个问题日益严峻那如何强化这整个基础设施的防卫韧性提高因应极端气候的一个抗灾能力，同时兼顾温室气体的减量，透过加强能源管理，提升营运效率，进一步实现净零碳排的目标，对产业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那除了基础设施以外，营运面方面，包括办公室、人事、客户端服务等等的一个永续的一个作为也都是业者目前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包括了这个温室气体的碳盘查、优化能源管理、账单无纸化、绿色采购、电子废弃物等等那都透过这个相关的一个低碳营运跟商业模式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对环境永续发展的一个承诺。所谓的数位永续，就是将善用数位科技。受邀担任与谈人之一的中嘉集团总经理陈佐明表示，中嘉以数位永续、绿色增值双轴并进的模式，在基础建设部分推动全光化网络建制及架构优化、低碳高速光纤、绿色工程、永续营运监控与绿色能效管理等数位化营运。服务部分则建构数位流程、电子账单、AI 客服、线上报修、智慧家庭及绿色方案，一步一步实现低碳承诺。陈佐明再次强调，光纤网络就是低碳基础建设。中嘉宽频本身是一个宽频有线电视服务网络公司，那我们从网络建设一直到网络的体质，一直到营运，还有我们的维运，还有到我们的服务，我们每个步骤都是做很多的节能减碳，还有希望永续发展的作业。那期间我们将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员工一起带着走，我们制定很多的一个永续发展的作业，那希望这些可以对未来整个地球的永续发展做最大的贡献。节能减碳我们不断的执行中，它是一个全新的议题。那节能减碳做的过程，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数位使用量越来越多，其实也会被后来的能量使用消耗掉，所以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在新的材料、新的架构，还有新的供应商，还有新的规范，还有新的作业流程上不断的努力提升，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作业过程。中嘉集团表示，将持续以低碳营运转型为目标，致力成为永续通讯的产业典范，透过数位化营运、AI 人工智慧及智慧能源管理，提升效率，降低能耗，同时深耕绿色城市与人文共融，让 ESG 成为企业核心价值的一环，创造正面影响力，协助社会、产业与城市一起迈向低碳、韧性与永续的未来。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根据着内政部统计，2024年总共有53469对翁仔某离婚，离婚比率2.28%，是最近5档的新高。旧历7月份关门开，传统的普渡仪式当中嘛出现新的需求，不少离婚的女性选择参加一个氏族的普渡，就是向政府厝的祖先示悲，彻底切断甲夫家的关系。传统信仰中，女性婚后透过祭祖确认身份，但离婚后则需向夫家祖先辞祖，借由向城隍爷禀报，告知前夫家祖先彼此已无瓜葛，往后各自安好。就有信众分享，朋友离婚后事业不顺，因此希望透过辞祖仪式安定身心，重新展开新生活。因为我的朋友他自从离婚之后，那身体跟工作方面都不太顺利。那想说，后来得知说，我们台北府城隍庙有做辞祖的这个仪式，那等于是说跟夫家的那个祖先跟他们告知说，我已经不是你们这个夫家的媳妇了，希望在工作上还有健康上面都可以得到改善。那城隍爷这边也是就是很灵感、很灵验，所以帮他来做这个仪式。做这个仪式，大部分都是来找我们城隍庙比较多，因为城隍是管这个阴阳两界的，正好逢这个7月嘛，7月鬼门开，那我们城隍庙有开始做这个超度跟剑拔的法会，在
这个时候来做是最好，因为好兄弟都出来了，啊，可以借这个机会，然后对我们这个祖先跟这个好兄弟做一些布施，把自己的不好的运气就把它带走了。农历7月，除了普渡好兄弟、超度祖先与地基主之外，台北府城隍庙特别提供慈祖服务。庙方指出，慈祖除了是心灵慰藉，也能避免祖先误认媳妇，持续干扰生活。而依循传统，像是女子出嫁、男子远行或是子女改姓时，也都会进行慈祖仪式。不一定是说离婚才可以习咒，比方说有的人他要远方出远行可能不见得会回来，那就也不见得说会很平安安全。万一有什么3长2短，他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做习咒。原则上来讲做习咒，就是说我们到庙里面，庙叫阳神，家里的祖先叫阴神，是这样子。那我们到庙里面要参嫁，那要走了要持嫁。那女方呢嫁到男方的时候，是要先除家中的祖先，才嫁到男方的祖先，再拜男方的祖先。所以你有拜男方的祖先，在离婚的时候一样要做习咒。那最主要殊胜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法事，让对方领受到这个功德。我们的诚意跟他做一个习咒。那这样的话，阴阳两利，最主要是以功德为主。从婚后祭祖到离后慈祖，显示婚姻文化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台北府城隍庙的慈祖普渡，不仅是宗教仪式，更反映出现代婚姻价值观的转型。尤其离婚率持续攀升，这股慈祖潮或许也成为现代人寻求心理安定的重要方式。记者李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8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针5波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
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